好，我叫 Sally 啦，我依家係讀緊 YSS，咁我嚟緊咧會入讀中大嘅社工啦，考完 DSE 放完榜啦，咁我知道自己即係叫做入唔到自己最想入讀嘅嗰一科啦，即係社工啦。咁嗰陣時我就考慮緊要唔要行 ASO 呢條路，咁啱上網揾到 HBSCC 呢度有提供一科叫青年與社會服務啦。咁我又知道有過往歷屆嘅畢業生有入讀翻去社工呢一科嘅時候咧，我就考慮咗加入呢個青年與社會服務嘅呢一科咯。見過中學嘅社工啦，咁所以我自己對於未來咧都係有諗過要做翻青少年，其實佢呢一科係對青年與社會服務咧，我就覺得即係好吸引到我。老師嘅教學上面咧，其實佢哋都好盡心盡力啦，都好好彩有一個實習嘅機會啦，俾我了解到知道社工係應該點樣去工作，主要係服侍聾人㗎啦。咁嗰陣時我遇到最大嘅困難咧，識手語嘅，即係我有去學手語，好簡單嘅你好啊，係啦，隻手擺喺下巴等等咁樣咯。我 Year One 嗰陣有參加過 Wellbeing Facilitator 啦，咁亦都喺 Year Two 嗰陣啦，我亦都有參過 Student Ambassador 啦，同面試官去講述翻我自己學咗啲咩啦，有啲乜嘢可以 apply 翻落去社工呢一科入面。咁所以對於我嚟講，其實好有幫助嘅。不論係之後有任何方向都好咧，其實我都好想祝福大家，希望呢2年可以達成到啲目標啦。希望大家即係努力讀書啦，咁堅持住捉緊住個目標咧，咁其實相信大家都會做到嘅。